即马热天到，又搁是天狗节的流行日期。这台南市卫生局目前就监测到12个里有达到高风险差级警戒标准。另外，昨昏伫咧安平是出现第10例这大白日来案例，周边的50公尺的住户拢爱喷药防治。 巡检人员哪行哪顺，每一个容器拢掀起来看，用手电仔照这个花卡，内底有水，兼有30只水珠伫内底游。巡检人员马上采样开罚单。最近天气热，有当时可以落雨，较到生绑糖。根据台南市卫生局监测显示，目前有5个区12个里已经达到天狗嘅高风险差级标准，嘛呼吁乡亲爱保持警觉。上下班拢有看到遮拢有插旗啊，阮是足烦恼，讲因若是喷药啊，对阮来讲会足麻烦的。阮嘛是会惊惊。幼卵筒阳性率及总卵粒数连续2周，阳性率大于60%，卵粒数超过500粒以上，将会插立宣导的知心旗，来提醒民众多加注意。 另外，防卫人员伫安平遮家家户户打单啊，通知住户拜6要喷药啊。主要因为测试台南出现第10例天狗嘅境外病例，住伫安平38岁男性参厝内底人，6月中去新加坡佚佗，回国发烧、筋肉痛。救火员确诊着天狗节，区公所连面针对周边50公尺安排环境巡检甲资讯员清除。症状伫咱台南非常严重啊！像去年。 阮这就喷要2、3遍，这困扰。13个里的部分呢，我们就开始做一个知青巡检，然后公所的同仁呢，全部都全面性呢，每个礼拜都会做一个巡道清刷的动作哈，希望能够在今年不要把登革热的疫情燃起来啦。卫生局对4月到单查的阳性资讯员已经开500张的罚单，另外嘛鼓励乡亲通报确诊，若是有事实就奖金2000块，唔忙阻挡天狗嘅疫情四界团。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。